来即届这个风台伫高雄的小港来登陆，高雄市霜冻严重，市长陈其迈一透早就出发去勘灾，这高雄四界拢会当看到灾情，看到淹水，看到机车东倒西歪。敢若是风台登陆后的17级风，都甲这铁皮厝顶吹甲拢掀掉，高雄各地早起拢咧无用清理家园。 空中摄影机镜头记录风台扫过了后，高雄街仔路三明区一座停车场有铁片卡着车，大路有树仔倒坍坏，车拢未过。重要干道中正路分界岛上边有树仔需要清理，中华路嘛有树仔倒落去，经过的车无几台。高雄市长陈其迈透早勘灾，头1点直接到市政府前的道路，这是市中心，嘛是重要的交通道路，即马好只倒落去的树仔砍掉咧。 看过四维路拢是树叶啊，甲树蛙。陈其迈甲相关的单位讨论，就来讲恢复道路的通行。伊嘛讲树仔顶烦恼讲和山道鱼吹过，强要长期的树蛙爱做伙处理，唔通阁发生意外。高雄市四界拢有灾情，因为敢若10月初3风台登陆了后，17级风就将各地拢吹甲害了。 铁片厝飞去，大路拢是生理人的生财工具，四界拢淹水，这都要好好清理。甚至有袂少车被卡歹去，被吹扁去，招牌嘛四个黑袂飞。走这一家，这边是一家，到这边是一家，哎。那这样大概总共几间呢？总共几间有？现在剩下6间吧，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算4间啦。 今日这高雄继续停班停课，是因为就算山道鱼已经变成大企业，也要高雄人都要无用摒扫个清理。一直到早起1.5万7千户失电，12万户停水，再加上广告招牌灾情、道路崩坑爱清以及建物的毁损，影响民众上班上课甲交通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